阿罗耶和华，就伫上帝圣所阿罗伊，就伫伊关联的中土阿罗伊。伊若有喘气的，拢着阿罗耶和华，领着阿罗耶和华。咱三角来念圣诗第35首，我心实在阿罗，你一定来念两首。听我的弟兄们，我感谢你
喙，无要停止阮的祷告，因为你的慈爱比四年较好。愿阮的身心甲实力、懊恼甲称赞，会将做康康的坐伫你的面前，以欢喜来感恩。主，当阮看到社会上因为纷争、批评、中伤，做出你所无欢喜的遮个事，求主你来引带阮社会掌管者行应当行的路，来恳求你监察阮的心思意念，赦免阮一切歹的行为，求你来保守阮，袂拄着试探，袂当遵守你的话语，我靠你的大能力，穿着你所赏赐的装备，抵挡魔鬼的诡计。亲爱的主，伫我的暑假中，教会已经有完成的时间，特别做活动，有侪遮个福音的种子，或者借着遮个年会进入社区，去引遮个囡仔来到教会明白你、亲近你。我要将我后礼拜日同每一日的活动、交通、以后，甲每一日来参加的小朋友，互使会同到靠伫主你的手中，有圣神搁较侪当拍开遮个囡仔的心，我有伫阮的同工，有做工的好行会当分配阮。今仔日是分离传道事工的主日，感谢主，呼召使徒全因看到听见的代志，用文字来记录落来。求主继续来引带使徒分离传道事工，用文字宣扬你的作为，互阮学习正确的道路。这是的主对阮的耳孔，借着咱牧师所要分享宝贵的听的信息，记入阮的心内，互阮所听见的会当行伫生活中。来安尼恳求祈祷，我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圣经新约约翰一书第4章，咱咧对第7节看到21节，台语汉语本第277页，和合本第341页。约翰一书的第4章第7节，咱今日来看，所听的兄弟啊，咱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伊若听的是对上帝心，搁捌上帝；无听的毋捌上帝，因为上帝是听。上帝赐伊独生的囝入世间，互咱对伊来活。上帝的听对即个显现于咱，毋是咱捌听上帝，是伊捌听咱。赐伊的囝为着咱的罪做挽回的罪。听就是在于即个所听的兄弟啊，上帝若听咱到安尼，就甲会两个三听，将来就有人看见上帝。咱若三听，就上帝建于咱，也伊的听完全于咱。伊已经令伊的神赏赐咱，咱对安尼知，咱建于伊，也伊建于咱。被赐伊的囝做世间的救主，我捌看见，也做干净。伊若是耶稣做上帝囝的，就上帝建于伊，伊也建于上帝。上帝所有听咱的，咱也知也是。上帝就是听，各人建于听，就是建于上帝，上帝也建于伊。对安尼听诚做完全伫咱，互咱伫审判的日有好胆，因为伊什么款，咱伫世间也安尼。伫咱的听内面，伫听的内面无惊吓，独独照全的听，赶出惊吓。因为惊吓就有刑罚，伊若惊吓的伫听，袂有照全。咱有听。因为伊大声听咱，若有人讲我听上帝，也怨恨伊的兄弟，就是袂惨的。因为无听所有看见的兄弟的，就袂听所袂看见的上帝。听上帝的，也着听伊的兄弟，这是咱对伊所受的命令。上帝
事后听看伊的话，会当会因时间要来认识主伊所无。咱今仔日开始有4段，拢要来讲听。今仔日要讲的是听的根源。这个系列就是清心。因为主的听，同咱的心会清所以这个每年拢会讲到心的部分。今年要讲的就是顺转的听心。今仔日要讲的就是听的根源。听的根源要对倒位来？咱今仔日所读的写的是对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是使徒约翰所写的。约翰伊佫写过啥物？写过约翰福音。除了写约翰福音，佫写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佫写启示录。对这个内底，对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一书内底，咱看伊嘛带伫讲所听的名字所听所以咱就会当发现着讲，这个约翰伊敢若满腹拢是迄个听。伊佫有人讲伊就是一个听的使徒。原本伫这个中间，约翰咱来看约翰伊的转变。约翰伊头先耶稣伫遐来呼召伊的时伊甲伊的名哥拿国做伙来军队耶稣的时，原本是掠伊的。伫迄个中间咧介绍讲耶稣12个学生，介绍着约翰的时，讲伊就做冠尼迪，讲伊甲伊的兄弟2个人叫做冠尼迪，意思就是讲雷的囝。若咱台湾话讲嘛做雷公仔囝迄就是表示讲迄个人的脾气安怎做歹的，定定伫遐生气。约翰定定生气，伊有一遍做伙去，耶稣讲你是去迄个庄头来讲要去遐入去住。迄个庄头是撒玛利亚的庄头，结果因来混住。伊足生气的，伊就代耶稣讲，你咧叫我凡久对天顶降火，有爱去这个庄拢甲收了无？伊的原本的性情是安尼，总是咱看约翰伊的转化。到尾后，伊写约翰福音的时阵。我会记咧讲迄个伊甲彼得2个人看着讲，耶稣死伫，然后放伫墓内底。伊是讲伊甲彼得伫遐走，迄是约翰福音内底后尾遐写的。毋过伊无写伊家己，伊讲耶稣所听迄个学生，彼得甲耶稣所听迄个学生，所以伊家己自称讲伊是耶稣所听的学生。有人讲伫迄个。最后的晚餐的时伊就是倒伫耶稣的身躯边这个道，真犀利。咧问讲主到底是啥物人要甲你害呢？所以咱就知影讲，伫这个中间，约翰伊的性情改变。其实所有伊的同伴耶稣的学生到最后，甚至保罗。因拢伫壮年、伫少年的时阵，就为着耶稣，就为着这个信仰来宣告、来顺道，拢受害。总是因知影，约翰伊活上久啊，约翰活到用要100岁。约翰，而且所有的使徒、所有的学生，伫耶稣受长12个时，拢总走甲无看人。敢若约翰。伫12架骹，耶稣有看到伊来讲，看你的囝儿，老母啊，看你的囝儿，伊将耶稣将伊的老母玛利亚交托给约翰。所以当耶稣回归了，伊是将耶稣的老母接转去伊厝内。我想也可能是安尼，所以伊的回归寿会当伫遐内替耶稣照顾玛利亚。咱嘛会当想出这个人约翰伊的心有稀微因为所有的人看差不多拢顺道总是继续搁伫遐咧宣告。到尾后，伊有煞迄个所在，搁到上尾后，伊搁互罗马的政府，所有伊的同伴拢差不多伫尼禄皇帝的时阵拢受掠、受烧啦、等等彼得搁受顶12架保罗是受斩头有的是用石头拍死。总是伊到尾后，
嘛是有顺道，不过伊是活到将近要100岁的时阵，啊有洪流洪去到拔摩岛、拔摩岛，伫遐伊写启示录。所以伫这个中间，今仔日拄啊好是文字记念，所以咱会当看到借着文字，约翰伊对遐写讲，阮所看见的，阮也相信，然后伊佫写落来，互咱会当对圣经内底来看。所以咱看到伊伫遐所领受的，伊也写出来。啊，咱也会当看到这个古早拄来跟对耶稣的时阵是脾气足歹的，叫做雷公的囝，雷的囝，到尾后变做一个听的师徒。了后，伊伫办摩岛遐，伊所讲，有人讲到尾后，其实这个约翰的身体已经做尾后，其实伊安怎死去的吼？有人是安尼讲，伊到尾后嘛无啥会听，总是人慢慢扛起来台仔顶。伊到最后所讲的道理，讲啥物？伊讲所听的，所听的兄弟姊妹啊，恁着爱彼此相听，恁着爱彼此相听。等于讲最后的道理，就是干那即两句话尔。哦，所听的啊，离了，恁所听就是上帝所听下遮的人啊，恁着爱彼此相听，讲了后。死伫工内顶，所以而且互咱看见讲，这个听的使者约翰伊伫遮咧讲，因为咱对圣经内底来看着讲，伊继续讲是安怎？咱属主的人，咱爱彼此相听。伊伫约翰一书第1章第5节，伊开宗明义吼，伊就讲上帝是光，吼，第一全然无爱。然后伊讲，听上帝的人，着听兄弟的人，着住伫光的中间；独万分兄弟的人，是住伫黑暗的中间，搁伫黑暗内底咧行。所以讲，上帝是光啊，伫伊无黑暗。所以你若有听兄弟，你着住伫光内底。安尼意思是啥物？就是咱若有上帝的听伫咱的内面，而且咱用这个听来听咱的兄弟姊妹的话，咱就住伫光明的中间。咱知影保罗伊有讲，咱是光明的人，吼，中文叫做光明的子女。啊，所以伫这个光内底，兄弟姊妹，咱拢足爱光的。咱讲我靠耶稣，咱就是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总是而且咱看到。约翰甲咱讲，伊讲听兄弟的人，吼，听兄弟姊妹的人，就是住伫光明的内底。搁较深大讲啊，你若干那听上帝，还佫无够赢，听上帝佫延伸出来，就是你会当听兄弟姊妹。假使你若是还佫有咧怨恨的，就是住伫黑暗的中间。哦，这段的圣经，上帝是讲，伊全然无暗，约翰一书第1章第5节。哦，啊，过来，咱做伙来读下面遮约翰一书第2章的第10节到12节，好无？人若听伊的兄弟来，人若听伊的兄弟，伊是兄弟光，独人若怨恨伊的兄弟，伊是黑暗，各兄弟暗。求主怜悯咱吼，有时咱习惯伫暗的中间，咱毋知影，吼，所以伫这个中间，伊。佮警告，约翰佮警告哦，你毋通听世界甲世界的事，人若听世间的代志，听爸的心，吼，听天父的心，就无伫伊的内面。伊佮甲咱警告讲，这个听，吼，这个听，你若要听天父，你就毋通听这个世界。我毋知对你来讲，吼，这是有矛盾。有矛盾吼，啊，感觉讲，哇，感觉这个世界敢袂当听，啊，咱活伫这个世界呢，啊，咱要安怎？吼，咱要安怎？啊，我感觉大心，特别是伫教会内底，自细汉就大汉的，咱大心爱来教，吼，爱来教就是听天父上帝的心。要安怎听天父上帝？大心就是领受天父上帝对咱的听。对天父上帝的听，领受了后，还佫有一个听天父上帝的心，知影羡慕天父上帝。然后伫这个听的中间彼此相听，有
我家己的体会，因为我自细汉就伫教会大汉。若是安尼，你毋免伫遐教讲，这个世界是上魔鬼的。迄个心吼，有当时咧囡仔吼，你愈来愈讲这是无好的啊，这魔鬼仔囝这安怎吼？你爱来做上帝的囝吼，有当时吼愈会反叛，吼愈会反叛，伊会感觉讲啊，我咪敢讲伫这个世间啊，我出去伫学校还是伫倒位，就是伫这个世间。伫这个世界，所有的学问嘛，拢伫这个世界。怎样讲这个世界是上魔鬼的？我感觉咱是先伫上帝的听内底，先来充满，然后伫咱的囡仔内底，咱教导伊，咱还佫有一个身份，就是上帝的听，这是上紧要紧的。然后入捌上帝的国，入捌上帝的听，然后再讲这个上帝的国，就是要伫教会内底显明。咱这个教会就是迄个充满世界万物的宇宙万物的所充满的，然后咱所信的这个上帝是怎样的上帝？这个疼爸的心入咱爸的心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然后再来对这个中间来分别。敢若亲像迄银行内底的遐个行员，因要安怎捌迄个钞票吼？爱知影这个银票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为伊是无真诶银票啊，吼，安尼伫遐逐工算拢算真诶，所以当一工伊安尼一个摸着迄假钞，摸着迄假吼，伊一个摸就知影。所以咱诶囡仔，咱诶兄弟姊妹，当咱来入捌天地上帝诶时，当咱来入捌来进入这个信仰诶时，咱内心爱来经历诶，就是迄个天地上帝诶听，内心爱来入捌诶，也是入捌咱这个主。我感觉这个世界咱。无需要去入捌遐个黑暗，遐毋是讲无需要，迄自然拢一直发生伫咱个中间，敢毋是咧？遐个一切个灾难，逐工拢在发生，总是咱迄个听主的心需要加添，咱入捌主的权能需要加添，所以大生伫这个中间的时，咱就知影，当咱听爸上帝，咱就听过听这个世界，毋是讲咱无爱这个世界，毋是讲咱无注意这个世界。总是迄个内心，先后次序，先后次序，爱清楚，就是听爸的心，注意伫天地上帝的心意的中间。因为这个世界无所不用其极，要甲咱吸引咱，所以伫这个中间，囡仔上帝的囝子，拢爱伫光明的中间，这拢知影。所以咱伫这个内面，咱要彼此相听。约翰佫伫遮讲，恁的三兄毋通伫言语甲恁的字，就是讲毋通伫敢若伫话，伫讲话顶面尔，爱伫行为甲恁的诚实的顶面。求主帮助咱，咱真正是毋若敢若用嘴会当讲尔，咱伫行为的顶面，咱时时会当来调整，时时会当来调整，也时时伫这个中间会当来转换。会当来转换，检采有时咱的心一时差错，无安尼做，总是主伫你咱，互咱有一个机会，每一个人拢有机会，时常会当伫这个中间。所以教会就是一个罪人的所在，蒙恩的罪人，互咱拢重新有机会。检采这个社会，动不动伊就用法律。动不动就就是我的管理，你需要安怎来回想，即摆咧顾客服务是啥物，总是教会内面祝福咱有咧三兄，伫这个中间，最近也听见做者教会咧处理教会内面所发生的一寡较负面的代志，总是伫这个中间，咱来处理的原则，就是要安怎伫听的内面，互咱佫有机会。过来就是要安怎伫听的内面，互相会当来伫这个关系顶面无拍开。感谢主，互咱一遍搁一遍来学习，包括牧者，包括兄弟姊妹，包括咱的同工、中职，同款拢伫这个中间来会当来学习。以弗所书的第5章第8节，保罗就讲，以前恁是伫遐就是黑暗的，伫黑暗的中间的。但是，当恁伫主的内面，就是诚做光明的，
所以你所做一切的代志，都爱亲像光明的人，都爱亲像光明的人。所以当这个光若照咱，互咱知影讲啊，我这个所在敢若毋对咯，咱就会当紧紧向主来求主来怜悯咱，然后互咱有勇气，会当伫这个中间，检查是伫代志的顶面，检查是甲人的顶面，会当阁有一个回复。我想这就是互咱会当时常是伫一个光明的中间，吼，伫光明的中间。过来就是讲着彼此相听，都还伫伊的福音书内底讲着彼此相听，足济遍的。吼，伊嘛记载着耶稣，吼，耶稣的命令讲爱咱彼此相听，亲像咱今仔日所听的新的福音。但是因为讲着听，我毋知你会想着啥物。这个彼此相听，刚才咱足想要彼此相听，总是伫即几礼拜对7月开始。因为我有带咱的学生吼，带国中搁甲高中搁甲大学的学生去参加2个营会，一个伫7月初，一个伫拄好这个拄过的礼拜。伫这个中间，我的陪伴的中间吼，有真大，特别第一遍的时阵有15个、16个。阮家己伫咧聚会的时阵，我看到。迄款的聚会真好，我的心甚至伫遐祈祷，我讲主啊，假使我哪会当将我的性命拢无去，拢卸掉我的性命，牺牲我的性命，互遮个囡仔吼会当来得到分退处吼，我嘛甘愿。总是随后吼，我就随想着吼，我的性命算啥物？我的性命算啥物啊？只有主耶稣的性命会当互人来叫起人的心，反对尔。所以伫迄个中间吼，我虽然足感动的流目屎，讲主啊，我愿意将我的性命拢互你啊！互遮个囡仔吼，10外个吼会得到死刑啊，阮的教会的囡仔吼，拢会当来兴起啊。总是我伫迄个中间搁想，是啊，我的性命嘛牺牲了后，其实对遮个囡仔无拄会当安尼。是只有主耶稣的性命会当互人来反悔，互人来认罪，互人来得到救命，敢毋是呢？所以当下吼，我搁哭拢惨啊！安尼我要安怎啦？总是我搁有一个反省，我讲主啊，若是安尼，我要拼命伫你的面前安怎？献上祈祷，敢毋是咧？这就是大求嘛！我无法度代替主，我今仔日偌尔啊拍拼，讲带伊去，顾暝顾日，然后家己提醒，你着爱看圣经哦。你有写无？你有写心得无？有当时我咧提醒伊嘛无一定写，我的心嘛会艰苦，嘛真正知影讲安尼会顾人怨对无？敢若亲像妈妈同款，所以我着伫遐一直想足济方法，要安怎用足柔和，搁安怎用足轻松，搁安怎用足生活化来带遮个囡仔。我相信伊4天运动嘛袂感觉讲无输安尼去，因为我逐个拢诚同心嘛吼。总是我知影迄个氛围，迄个气氛会安怎会改变？因为离开倒去在厝内底就改变啦，伫厝内底是一个另款的气氛啦。所以我知影就是只有继续祈祷，祈祷，互咱迄个为着咱已经定死伫十字架顶耶稣基督，伊会开力10把来进入咱的囡仔的心。咱无当领厝嘛尔啦。所以我伫遐，我就领受着讲主啊，我伫你的面前，我拼命，毋是讲我的命为着遮个囡仔，安尼为着因做人做事，我是拼命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求你来，求你来，求你来，阮需要你，阮需要你，因为遮个囡仔，因的心无拄遐要恩主，总是我会当用代替来去，总是我这个人，若无诚侪主所欢喜的。我来到主的面前，讲主啊，求你来！我这个人敢50%属于主，请问，安尼这个管道有畅通无？你知影吗？主将遮个疼、遮个气力要互遮个囡仔，结果我这个牧师，敢若50%拢拆去安尼。所以，请问，迄个管道会畅通无？袂啦，较慢嘛，留着较慢嘛。
所以牧师的心会着急啊，因为毋是干那牧师会当诚做这个主啊主啊主啊，请问啥物人还会当诚做？长老吗？执事吗？也是所有的兄弟姊妹。兄弟姊妹。若是所有的兄弟姊妹，请你大声讲阿门。阿门。是啊，所以当咱咧讲主啊主啊，求你来，你用你的听，你用你的血来充满我，你的恩典充满我，请问，牧师看，我若是50%，另外迄个50%无通透的，需要求主来怜悯、救赎，然后来运通。所以每一个人无共款，有个人可能伊是70%通透，30%无。所以咱规个教会加总起来，毋是干那一个人做代表哦，是咱做伙加总起来，看咱到底当伫咱的主是30%的拍开，也是70%的拍开，这就是咱需要来面对。伫彼此相听的中间。咱讲会堂，咱就较知影吼。上帝，咱的主的血，保护要洗清气咱，保护要守住咱气咱。到底我这个人的血管有脱去无？我这间教会的血管有脱去无？啊，伫这个中间是毋是有迄个脂肪伤济？迄个机能伤济？这是需要知影的。求主怜悯咱，而且咱全教会是算做伙的哦。你毋通。你若想讲安尼，所以咱咧彼此相听，无做容易会安怎？你看，就是你啦，叫你莫食较济，你拢大概拢去食迄肥的。我来用心话来讲啦，所以哇，你会较济啊，我咧做定做养生，我拢食足清诶，所以你看咱上帝讲爱算规教会咧，你毋着毋通安尼，耶稣讲毋是用这款方法咧。我用彼此相听，所以兄弟姊妹，咱爱来学习，要安怎伫彼此相听的中间，互咱的血管会通。彼此相听的中间，互咱的血管会通。是安怎？咱是安怎要彼此相听？彼此相听有啥物好处嘛？第一，其实这是主耶稣的命令，敢毋是咧？咱今仔日新的概念，咱就讲啊，主讲，因为你三听人对安尼要知影，过来听是对上帝来，上帝的名，伊的姓就是听。所以其实所有对创世纪到尾后的启示录，拢咧讲上帝的听。所以咱若彼此相听，人要看出咱是主的核心。所以请问，你要安怎去传福音？其实有当时毋是。用嘴讲，有当时人看讲，这个教会伊是，看起来敢若无共款哦。伫教会内面，敢若会当感受着无共款迄款听的氛围。感觉讲，特别我这个同事，伊也无甲我讲我基督徒，尾后我才知影讲伊是基督徒。无怪我看伊当时人来偏吼，伊拢袂计较。有寡仔代志，人拢歹做，伊拢会叫去做。咱的姊妹，咱是安怎要彼此相听？咱用安尼咧传福音，咱用安尼，互人知，咱是主的学生。咱用安尼，咱也知影上帝伫咱内，敢是咧？因为讲上帝是听，你若上帝是听，所以你若听上帝，你就会听人；你若听上帝，你就会听上帝声。伫这个中间我感觉这层层包装，伫这个内面的逻辑，互咱知影。其实总归伊是伫这个听内面，你会当分出去无？搁伫这个内面底，咱会当接受无？你会当接受上帝听你吗？然后你会当用这个听去接受人吗？我有去查伊的原文，伊内底遮听拢用阿甘体，伊念文的阿甘体的听，就是迄个超越的听，毋是讲朋友的听，嘛毋是讲迄个。兄弟姊妹，迄款亲情的听，伊讲的这个听，拢是一个超越的听，就是无条件的听，无条件的听，听的根源。兄弟姊妹，咱有几来三听吗？老实讲，咱无几来听三听，因为人百种啊，
咱若伫咱家己的观点看吼，真正是吼，无几个是足可爱的，对无？所以伫这个疼的根源对上帝，我们要用英语来看，就是你要成为被爱的，你要成为那个 beloved， 然后你家己爱诚做 lovable， 可以被爱的，你爱诚做迄个古锥的，互人会疼，然后你爱先互上帝来疼你，才会当诚做迄个古锥的，互人会疼。伫这个英文内底吼，所以疼的根源对上帝来，所以时常咱来伫主的面前讲。阿爸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想上帝的疼，就一直充满咱。然后你借着迄个疼，你对做代志吼，你就袂遐尔常常起毛摆，吼，袂遐尔常常感觉讲被得罪，吼，咱常常就不会对人，咱会对代志，咱这个代志要安怎来处理好？但是人的部分，你袂去甲伊怨恨，你袂去记伫迄个人所做的，吼。所以伫即个中间，疼的根源，伫疼的内面无有惊吓，疼互人会当来矫正。而且嘛，毋是要讲咱诚做什么，咱讲烂好人哦，吼，疼有纪律哦，吼，疼有伊的规矩哦，吼，咱毋是要诚做烂好人哦。所以人甲人的关系爱伫疼的中间。但是代志有伊的规矩，但是伫处理代志的中间，咱无安尼将迄个人来点油做去无，这是咱爱学习的。所以而且讲，咱会当疼，是因为上帝先疼咱，上帝将伊的神赏赐互咱，伊伫咱的内面，咱也伫伊的内面，所以伫迄个中间会相疼。但是姊妹，我毋知你伫这个内面。伫今仔日有搁较一个深会来体会无？搁较深来体会无？我想伫约翰伊伫遮开始咧要安怎对一个脾气足歹的一个愤世嫉俗嘛，用安尼讲，伊遮有迄个公义讲，哇，怎会安尼拄着耶稣，吼，要来遮大，欢喜都袂堪一啦，吼，搁安尼讲来宏大，上帝当会我感小小的。就伊看咧，遐尔啊歹脾气的，然后伊来到底下讲啊，恁来彼此相听，然后到差不多用要100岁了后，最后伊所讲的话，讲恁爱彼此相听。对咱来讲，真正是伫这个中间有搁深、搁大，咱爱学习的。但是姊妹，听内底无惊吓，听内底无惊吓。总是咱这个世代，咱敢若到处都可以找得到爱，吼，爱后壁搁夹一个情啦，吼，大家拢总爱有迄个情，吼，所以有那个一夜情，吼，伫这个足需要，吼，顶刚咱看到一个19岁的查某囡仔，甲伊的男朋友对无？因两个12岁就相爱了，然后到尾后，迄个查甫仔讲：啊，你的老母来互咱做伙，伊就去菜市啊，伊甲伊妈妈去买菜时，然后伫咧停车场，迄个查甫囡仔就对迄个老母，对查某囡仔老母来开始，吼。其实这个新闻已经安怎，敢若1礼拜以上吼，最近佫足侪新闻诶，嘛拢人内底的迄个。小态，拢伫即个中间拢欠疼，只是即个19岁的查某囡仔，即个代志，我爱感觉就是心足疼，迄个人的内心需要疼，伫遐咧找疼，佫欠疼。求主的怜悯，互咱知，只有咱的信仰内底讲，只有上帝是疼，生活咱的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即款的充满。所以咱伫这个世界内底，咱就无外倒；咱伫这个世界内底，咱就无惊吓；咱伫这个世界内底，咱就得到矫正。我感觉伫这个教会内面，咱大声的先进入到天地上帝的听讲主啊，咱逐工拢伫遐承认讲主，我的听无够，求你来充满我，我所要接这个听，这
这个管道这条路，这条路我头拄讲会馆，这条会馆是毋是有拆去？还是讲甲主接连的这条路，是毋是有石头塌伫遐？看你要安怎来想象拢好，还是我这间厝要来接纳，我这个人亲像一间厝，要接纳天父上帝，你来我遮，但是我无房间互你住，还是我敢若互你住伫一间细间的房间，其他的房间拢无互你管。兄弟姊妹，不管你安怎来伫这个顶面来想，总是咱拢爱知，咱伫主的听内底无够险，无够险，求主来领领咱。求主来医治咱，互咱伫听的内面无惊吓，因为这个世界充满惊吓，敢是咧？逐工拢要吓惊咱啊！连伊落车安怎弄一个，迄代志一件比一件搁较大，互咱的心伫这个世界内底是充满了惊吓，毋知你食啥物较好，毋知你安怎穿较好，囡仔毋知你安怎穿较好，敢若食这嘛无好，安尼行嘛毋对，安尼开车嘛毋对，好好行路嘛会落路是，伫这个中间，总是主的听伫咱的内面，咱就无惊吓。咱做伙来读这段的圣经，好无？来，伫听的内面无惊吓，请。听的内面无惊吓，我多多教怎么听，赶出惊吓，教怎么听，对咱的弟兄弟。上帝要帮助咱，提升咱的信心，提升咱的听心。最后信望爱，最后剩下什么？听上界大敢是呢？这个听，而且这个听是对倒位来？对天父上帝来，永远无断的。我即使献我的性命，互火烧，将我的钱搁骗出来，嘛是无上帝的听，安怎？也是空空啊！上帝的听。要互咱会当充满无有惊吓，兄弟姊妹，我即时邀请你将即句话搁看一遍。上帝要帮助我，提升我的听心，互我过充满听、无惊吓的生活。天父上帝也要充满你，咱将咱的手放伫心面顶，你目睭闭闭，即时咱就要求天父上帝将伊的听充满咱。互咱伫这个欠缺听的世间，咱的心是对伊，咱就是充满，咱无惊吓。主的教程要进入咱的心，内在依依。主啊，阮伫你的面前，阮承认，阮的内心极其欠缺。主，阮毋但欠缺健康，毋但欠缺安全感，毋但欠缺钱财。主啊，阮搁较欠缺的就是听，这是上界深的。主啊，阮伫这个世间找听，总是阮找无。阮少年的人咧找听，读册囡仔伫学校内底找朋友学同学的听，毋茫找着老师嘛会当听我，总是主阮定定失望。青年人伫男女的听内底。来失望，主啊，建立家庭了后，也时常伫听内底来失望。伫年老了后，更加看见伫听内底的欠缺。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即时就将你的听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身上，医治阮的内心，因为欠缺听所带来的伤害。主，你用你的听来医治，互阮伫你完全的听内底无惊吓。感谢主，你的圣心将你十八个听吹满阮的心，充满阮的心，就是即摆医治阮，互阮无惊吓，互阮得到骄纵，互阮得到勇敢，互阮重新得到快乐。充满盼望，因为阿爸爸上帝你就是听，也互阮有听人的快乐，诚侪亲像家己伫海内底会当来流出去，会当来生活济济，因为敢若分享，阮的听就较济。感谢主，你活泼的听，
诚侪生命伫阮的内面，感谢主，互阮的生命今仔日搁一遍的欢喜。哈利路亚！主啊，阮是属你的，阮伫光明内底，也互阮会当听阮的兄弟姊妹，听阮的厝内面的人，听阮的厝边。主啊，这是上界重要，也是阮上界欠缺，总是阮我靠你，阮仰慕你，阮的确得到快乐。哈利路亚！愿一切的荣光归乎你，愿分对你一世人，安尼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453首，天地听咱世间众人，咱起立来领首。
各位先生，大家平安。平安。这是我来报告。伫还未报告之前，咱来看今仔日的基督徒。咱看就过的第记载，约翰一书5章11节，咱用台语和日本来读一请。既然是销售最大的，这是最上的生的，搁既然囝是伊的。也囝对伊所生的，既然是销售最大的，这是最上的生的，搁既然囝是伊的，也囝对伊所生的。后首的时间有当请有当等的同工来甲看。咱即回呢？就话长老也是义中人啦，甲义中执事。请看经过第3面。今摆的活动请咱家己看。伫后礼拜拜六暗时有职场团契，因为有。另外活动，所以食田是当短期的消息要食田。消息的报告，今日是文理传道方面主日，请兄姐关心来到甲同会。第2点，咱的教会节伫7月17，望主向你80岁。伫7月28日下晡1点。要伫全体来举行一个礼拜，2点要来教会做个培训，然后会将往台中来回访。伫8月初1拜4下晡3点，要伫罗岗的公路来安放，原主安尼做。即个中间，咱后礼拜就是华语来暂停，因为下晡是要举行个国会性，所以华语暂停。第3点，中主日大学大会伫8月17下晡4点半到5点半，伫罗岗国中有大会服差的同工，请伫7月27，是来教会举行训练。欢迎各小议员甲人报名来参加。要报名的，请向治疗老师来报名。第4点，今日来个礼拜煞也有上面团体，也会举办特色会，请大家可以来参加。第5点，7月28日下主日，第2礼拜煞本来就是写华语，所以华语的面停下晡时要做国会线，所以第2礼拜煞要交为圣诞节主题会是附近请中这个主题小组各个团体的首长出席参加。第6点，中华城市陈氏大教会伫下晡3点要教会来举行，邀请参加台北
银会的前辈来分享这个心得，请大家踊跃来参加。第7点，中央教育部会7月25日10点，伫中会所做的语言，咱的助理老师也会前往参加。第8点，IEO 的毕业典礼是伫7月27日，咱是来古县下晡6点有暗会，伫7月29到8月12，幼儿园会放暑假，来祝福毕业的囡仔甲伊的家庭，并继续带领。咱教会透过幼儿园请做因的祝福。第9点，主日祈祷会伫每日的咱是9点来举行，所以请听者提早来参加祈祷会。来到事项，请有着教育地区福建转播来到求助感官这个所在。第2点，请有同源教会甲石头坊教会的员工传到来到甲福建。第3点，请为这个点的兄弟来到，有平安兄为互相满意志，顺安兄异乡面孔，为了这个运动，这个兄做个兄，所以部分请来报告。咱个提醒后礼拜只有一场的礼拜9点半开始过来就是我伫遮补充报告7月到8月拜6在举行的灵性培育课程咱讲题因为一直拢有其他的活动，譬如讲这个拜6在举行所以就是8月较袂中间咱讲题过来咱今仔日有一位的新朋友徐明慧徐明慧伊是台中东龙教会是杨长金弟兄过来咱来欢迎切肤之爱基金会的党干社工，以上补充报告。过来就是今仔日下晡3点迄个讲城市祭坛城市的这大祈祷会不忙咱兄弟姊妹会当来参加因为这是中华馆的中华馆的做伙伫遮咱的教会是主领敬拜。咱教会的少年人会来分享，别个教会的少年人会来分享，以上补充。咱起立来认领决定圣诗537首。相当安慰，甲恁敬人三个面的，对即时伫到演说台无止